咱讲到去年班班食牛奶的政策是做一学期了就停止，这台北市嘛表示讲，对4月初7开始要过来试班，国小甲幼稚园学生每礼拜只要摕所谓学生证，去到便利店甲大卖场，就会当来换牛奶，也是换豆奶。全国有超过15000间的门市，拢会使摕来换。 去年9月份，班班啉牛奶的政策实施，后续因为执行上有困难，一学期了后就喊停。台北市8月宣布，新生有青奶的政策正式启动。未来只要是台北市的国校幼儿园学生，无分公私立，只要摕所谓的学生证，就通去4大车厢，各有专联米联社换青奶或者是豆奶。那可以领取的品项有28种，其中有13种是鲜乳。 那有15种是我们的豆浆。那如果说这个礼拜他忘了兑换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学生他都可以均衡的摄取到营养，所以我们不会累积到下一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未来学生会使去到全台超过1.5万间的门市换青奶，伊个通照顾到18.4万的学生，也无排除下学期继续扩大换的通路，阁有增加品项予学生选择。针对这个政策，家长表示，改用摕所谓学生证。 通换真方便，学生的选择也较多。要换的人再去换就好啊。哦。对啊，啊你家己有需要，你也去，你可以换牛奶，也可以换豆浆，选择变比较多啊。那有需要那些才不会有些小孩他们有没有不喝就丢在学校或乱塞。 到最后就不见了。因为超商伊的设备拢做好诶，伊有冷藏室啊，也放的物件拢较新鲜，啊，这对食安的把关我感觉较好。有国校的校长表示，因为进前的政策就算是分保9零，学校幼儿的烦恼保存的环境无够好，超商有专业的冷藏设备也较安心。另外，也因为所谓的学生证，通看到囡仔换牛奶的记录，后续学校追踪囡仔兑换的状况了后，也通参考记录，加鼓励无去领的学生，帮助政策发挥上大的力量。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